观众朋友，今日过好冇？欢迎收看《福起来》，我阿明哥刘浩明。观众朋友，这个有梦想冇？你梦想有实现冇？我哋今日有想到来宾，伊都同人讲，有梦想嘅话吼，永远都唔会想贴阿毛，因为吼伊万岁啊，改好画图。但是他以后呢，因为讲嗰种画图啊，可能会饿死，嗰所以后来去学上课。但是心底杯对画图一件事情还是比较唔系，所以他嘅时间，如果有限呢，伊就开始画图，正式去投入艺术的天地里边。我哋马上欢迎我哋今日主角，我哋吴先生来到嚟现场。吴先生好，主持人你好，我係來自灣馬來吳元明，大家好。先生吼，通常我哋開始都有了解到講萬歲時其實都規劃畫圖，你邊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，幾時係乜個情形啊？你係萬歲有在講話，還是講你本來都規劃你也圖嘅圖啊？因為我吼冇讀幼稚園，我有一年生的時間啦，然後有老師給我講畫圖，然後就畫媽媽那個提菜籃去買菜，我就把媽媽畫得很大，然後提着菜籃，然後就得了第一名。然後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太嘅我認為個太榮譽啦哈，就開始對畫畫呢個有興趣係。幾時陣即個都想我講，聽我講一般人啊，如果唔到我記得這個幼稚園的事情。因為有得獎啊！係，這個問過記得清楚。係啊。嗰個獎對人來講，其實係對人家要鼓勵，係對太鼓勵。對太啊，因為我記得嗰什麼印象，都係我本老師睇我名啊，因為我冇讀幼稚園，我都唔點樣回答咧。係啊，得到個獎嘅時候，我幾歡喜拿到個獎狀都走回去同媽媽講啊。啊，媽媽其實回應樣嘅呀。我冇強樣，都嗰聽啦。唔過以前嘅人嗰種對安尼東西嗰種冇乜鼓勵啦。因為讀書讀歪都會啊。畫圖畫唔會做嘛。係啊，錯。但是至少感覺到講，其實結團，人哋講結團嘅建立對你來講，其實睇人嘅心地波嘅養養歸胎。有啲小小的種子。養養歸胎呢哈。對。因為係一種鼓勵嘅養養嘛歸胎。對。咁你即係講，因為講，其實數碼線上會讀人畫去比賽咯。因為嗰時嘅演戲應該唔係太愛去㗎，沒有其他。老師因為講係把媽媽畫個青苔嘛，給嘛主題很明顯，所以有把媽媽的偉大表現出來。係呢，我是這樣。其實反正這個佢係後來去介紹的啦，介紹一件事情。係啊，當然啦，因為我冇啲老師。咁嗰時畫圖嗰時有上到很多嗎？冇啦，以前很純真，唔按嚟上。嗰時就變成講，至少有一段時間，有一啲經歷。比如來講，你這個因為嘅團建立對你來講嘅影響過一層，嘛一方面嘛，我你這個因為講，你這個睇畫圖一件事情，唔可能有一點能力，有安尼想法冇？應該是有。嗰個時間，太嘅時間，做乜會讀上課咯？因為嗰時間有去考過美術嘅學校，好，我哋咧學科唔係改位啊，考唔上啊。嗰時就有因為我哋數量嘅係咪攏共青島，精神嘅你要幾多啊？要幾多年啊？咩我哋要最冇機會嘅啊，只可以讀上課啊，都安尼都冇去讀嘅啊。一方面是佢我哋做企業人推地方好，我因為講我哋講真係學畫圖一件事情啊，嗬，都係喺個畫個度識冇，其實。做爸爸媽媽呀，做爺我哋都冇唔放心啦。你因為個細妹吼，你讀咧上課，喺一邊至少可以做啲會計啦，某個專業我本人上班做啲事務嘅工作，至少嘛係啲保障。做話希望講，除非講你家真係夠有錢，我對安啲東西真係夠有把握。希望對我哋上海人嚟講，一般咧爸爸媽媽嘛唔會放心講自家生意你。專門去畫圖，喺邊咪創得到什麼？係，咁後來有咗上課以後，唔畢業以後又去繼續去做什麼咯？畢業以後都加年嘅嘛，個作文啦，作文以後都生意嘅國泰嘅，我都有生意嘅喺衰模時節，就去搞個臨摹，有啲有畫冊嘛，簡天佑老師嘅畫冊有買嘛，買都臨摹都走到嚟畫嘅都。如果你慢慢有興趣，慢慢，然後又在一讀嘅國立空那個高師空大，然後再慢慢進修。我想說去個
对美术方面的东西知识，我们还是要加强嘛。希望自家可以对呀方面可以自家有够涉猎够多东西，美术方面的东西。嘿，咁你其實佢是在臨摹時，差不多幾歲啊？30歲。30歲。但是你也要心底背目標係也要畫對畫圖嘅種愛好。但做乜嘅也要見啲中亂嘅30歲，因為講雖然你有太嘅聲音呢，這個有時間呢，但是你又還是把畫筆拿上來，繼續先練習一下咯。因為也謙虛啦，因為謙虛參出太嘅重要。重新拿畫筆嘅時間，有冇感覺到這個有個成熟嘅嗰種感覺？冇呢，係啊，因為你都模仿嘅話，都做出個你用嘅畫啊，你用嘅畫。你這個其實有上到潛先生咩？有，後來都慢慢有機會嘅時候，就後來又去打工啦。係去上班嘅，生意國泰嘛。去上班嘅時候都想講啊，明日嚟上下班有冇咩感覺到人生講冇乜嘅目標，冇乜嘅興趣。這個上班嘅班哦？我都餐飲的，係服務生啦。係年紀大也不能做其他行業啊，只能做這個就是勞力的工作嘛。然後就想說我還是要充實這樣，就早晨上午班的嘛，下晝都有時間的，我都走去個屏東嘅潘志宏老師嘅學水彩。潘志宏老師，屏東是最有名嘅一個，超級有名嘅一個老師。欣賞啦，係，這個本身嘛最有名，但是伊嘛教嗰度生意，嗰度學生嘅。其實故事堂都有片啦，嗬，我發現到講，其實我哋咧吳先生嘅故事堂，我哋鏡頭前面的嗰種觀眾朋友嘅，其實故事幾相同啊！你萬世時節可能幾好嘅東西，但是後來因為工作冇咗家人，冇咗結婚，我哋嘅生活變咗我哋咧現實嘅一啲生活，都變成安尼形式，安尼情形咧大下地步。但是我哋咧吳先生睇葉生嘅他也雖然冇唔做遊戲工作，但是還是冇見唔得，而對畫圖嘅熱愛。嗰陣睇嘅潘先生嗰邊咧畫工嘅種花式工作，應該講學畫圖啦。其實這個過程有乜嘅影響？有乜嘅啟發嗎？我都對嗰隻學到用嚟畫水彩。用畫水彩。一般人咧水彩就講冇乜個貼，自己學到都透明水彩。透明水彩就是水，用水去搞個水彩，這樣去調那個水彩，都可以學到嘅。咁你寫畫圖還是寫讀書嘅呢？你是寫空中太空讀書還是寫畫圖嘅？寫讀書。寫讀書。咁別人講，做乜因為講讀書係同畫圖其實用筆是啊？空大讀嘅係文化藝術呢？對，他不是教你實際操作，是，他都是理論課。因為那些從設計嘅文化藝術的理論的東西，至少可以有乜個花派，有乜個藝術的一種眼睛。滴的時候我用去實行，係嘛？曉得畫㗎，唔過真曉得看，曉得嘅咩做唔得。其實覺得空中太空以前的時間有接觸到講藝術的東西嗎？不是，記得土生年冇一個偷下書。我去看畫展啊，畫展，其他都冇。可是我都變成，如果一啲空中太空嘅時間，都有多多少少去接觸到文化啦，接觸到藝術啦，無論講呢個繪畫一種種類。後來喺潘先生嗰邊嘅時間，如果開始去接觸到水彩。可是時間，你人哋講繪畫有幾多冇叫我類木嘛，油畫啦嚇，水彩畫啦，做乜後來你要鍾情水彩畫咯？因為水彩夠簡單咧，夠攜帶方便。像油畫，你咪嗰度要畫布要畫嘅嗰度做要油而且油畫嚇有嗰個米絲啦，因為有調和油嘛，米絲對身體係叫骨刺鼻啊，對個公民講，我成日都冇得選嘅啦。水彩夠方便，畫水彩方鉛筆咪可以啊，鉛筆都是屬於它基本的嘛。水彩的話，你看隨時有水就可以了，然後有油彩就很方便，小張就可以畫了。咁唔好佔滿個空間。因為夠方便啦。因為對我哋嘅觀眾朋友嚟講嘅話，其實幾多人
行到即個頭頭講學水彩以前，大部分人是如何呢？結婚以後，你遇到碌下嘅事情，學生意嘅事情，你睇無限。學生意嘅他也可能就是我出去前面工作，但是對以前可能曾經愛嘅東西，譬如講學音樂啦，或唔是對你來講係畫圖嘛，有啲人可能還是對音樂佢有興趣啊，冇呢種裝扮嘅東西佢有興趣，但是他也重新去。扭過去以前的嗰種興趣嘅時節，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想講一下講，其實喺畫圖嘅時節，心唔心快樂？當然快樂啊！係啊，畫圖我忘記愛讀出嘅，我出來先，我時間過啦，係啊，時間過啊！你快樂都完成一啲作品嘅時候，你講哦，我見到有個畫到一個腦嘅圖嘅，係啊，還有心情冇幾好。伊講的常常會講，我哋咧，譬如講啊，水彩畫地步，又常常愛寫生啊、寫生啊，咁唔知㗎，唔幾好寫生，唔幾好去真係都愛往外面嘅嗰度風景。寫生係。咁對你這個來講嘅話，你這個最好去畫嘅係樣嘅一種形態啊，譬如講畫嘅啦，還是風景啊。我哋以前開始嘅時候都做公園啊，做公園做公園高仿片啊，係啊，要上片數碼嘅嘛高仿片，又水，係錯，啊選嘅地方都係都富圈嘅嘛，富圈嘅即個唔可以嗰樣嘅地方嘛，因為人哋家庭主婦過，你唔可以嗰創造親樣嘅地方啊，因為家庭還要照顧嘛，啊都有我哋家人嘅，我哋提嘅萬丹圖書館啦，開始嘅時候都提嘅李泰峰老師嘅。啊，如98年嘅時候，都開始去落去寫生，係讓你慢慢的累積經驗。啊，如以前嘅四合院嗰種嘅畫嘅，哦，畫片嘅畫嘅，因為更加畫嘅，下面見到見快啊，冇嘢係啊，都全部都改樓房嘛。啊，見面講嗰種嘅畫嘅，對我哋講來講，喺邊真係會實傳嘅都冇嘅啦，看唔到嘅。啊，我都希望講可以自己去畫，然後保留安尼。本人看，對，一方面去畫圖，能夠寫生，一方面都記錄一啲可能會失傳的一啲東西。錯，係。雖然我哋咧欣賞對98年嘅開始寫生，但是喺102年嘅時候就幫你發展咯。有時下我等下我哋咧講下發展的畫毛東西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檔節目我哋來賓吳先生，也故事其實同人講，嗰種有夢想嘅話吼，永遠都唔會嫌太暗。我想問一下吼，頭頭其實你講98年人開始寫生嘛，吼，但是你睇102年嘅時間都辦了一個畫展，按到真愛醫生，係，佢從其實畫展的事情，如何把這個對98年到102年4年的水彩畫做一個呈現？啊，其實就攞辦入去一個畫展咯。因為我哋時常去看人的發展嘅嘛，看別人畫嘅又唔會樣幾好，怎麼人可以爭我哋又唔會畫嘅幾差，我哋各有自信啦。你想講我咪來申請看咯，結果都過呀，過都個聽啊，都有本嘅最大展場本來展覽，係有101跟102的嘛，我都101國泰嘅，我都展70種，因為畫嘅有好多年嚟嘛，啊想講嗰度作品嚟啊，畫冇本人看咩做唔得嘛，你都本人看到你自己作品，啊你自己畫唔咩分享俾別人，啊你咩幾好下，係我有安尼想法。嗰時其實這個作品都已經累積上來啦，嗰時唔係講為到一展覽就開始要去重新去補啊啲東西。咁上個展覽地方有去分類門嘛？譬如講係乜時期用時期來分，還是用主題來分咯？嗰時就冇安尼分咧，反正都有畫到有蘿蔔嘅，有蘿蔔一系列都樣強下嘛，啊有畫嘅畫水嘅，係。還有跟你風景樹嘅公園那邊嗰度啦，還有糖廠、糖廠，係去嗰度糖廠話有南竹啊、屏東糖廠啊，因為糖廠係咪開到太樹嘅，係
今日地方要改好。不是都差不多腔内的东西，都其实都摆安尼如果都做起来哦。啊，其实现在发展的世界有蛮记得讲有蛮人同回应讲，这个可能也要发作，这个有蛮个想法，那么都想到蛮个事情。我呀，有的讲也无个，我个改改好。系啊，有蛮个神奇的故事冇？唔记得。啊，记得有一摆都喺山啊时有啲人讲行前来都讲唔记屋嘅，吼，落嘅屋嘅，啊，结果天人要按枪，吼，啊都讲，因为嗌個屋嘅佢複雜嘅嘛，啊，你要佢天人要撞喺嗰度壓背啊，嗰度東西用嘅東西，要自己挖嘅東，係咪要千複雜？啊，講嗌都係簡化。好，你要看的东西，如果看到嘅物嘅，唔可以本嘅其他事情來影響。有啲想講，即係要篩選、取捨啦。好，唔好講看到乜嘅都畫乜嘅。啊，等於寫成最好嘅方式，都係唔可以有自己想法，唔係看到乜嘅都畫乜嘅，唔可以自己去篩掉你不要的，好會干擾的。從也會應付發用嚟吼，因為其實應付發唔透露講嘅故事情形都同也同樣嘛。裡面可能真的看到嘅一般的體面唔會有按槍，吼，唔會有按。應該講，如果你嗰種父母嚟聽嚟用嘅，一等於你係咪其實睇下你畫面的構成的世界。乜個東西愛留，乜個東西愛殺。愛有想法，係唔好講乜嘅度天先揀嘅又嘛畫落去啦，垃圾桶啊畫落去啦，哦，嗰種佢唔好看嘅東西啊，呢啲插垃圾啦，乜嘅畫落去，安尼係沒有破壞係嘅，係。而且人畫圖唔係死板板嘅，而且個活用嘛。你這個因為講，這個喺畫圖嘅世界，除了潘先生以外嘅話，你這個幾多嘅題目係這個想出來，還是講係參考朋友冇？你講看書嘅咯？因為我哋都會寫生嘛，寫生過多啦，寫生咧如果看當時嘅天氣啦，你讀到乜個事情啦，我影響這個當場嘅個心情嘛，做乜個東西都會呈現冇同樣，係，都按嚟過多啦，嗰時候去乜個模仿別人嘅咧比較少啦。嗰度等於你講，人家看到嘅嗰度唔知個發作地步，唔過喺入邊圖面嘅嗰種構成啊，有啲色神啊，好冇你講，你用嘅嗰種技法。好，如果你這個人為個，係個最適當嘅方法，睇下邊至少突發嘅地方。啊，你這個冇想到講嘅，我係乜個派乜個門，冇咧，乜個料咧。我哋以前去灣丹圖書館嘅時，個李湯武老師嘛，哈，如果我哋畫個圖，我哋拿去學教嘅時節，個老師會同我哋講啊，人家個透視唔錯個，好，人家個地方。哪一地方嘅嘅愛用嚟做，如果同我哋指點，我想係同李太峰老師們對我哋幫助佢睇。係啊，因為這種詞可以講到一啲技術性嘅問題講，你有冇透視唔錯？係錯個。所有嘅東西其實冇學過畫圖嘅透視嘅東西，有啲人都講我哋講中國畫啊，我哋講冇透視感，係佢可能讓你平平嘅一種散水，但是使用嘛會有嗰種前後嘅感覺裏面有透視嘅嗰種。佢將你透視嘅東西，你這個本來都會還是講，你這個題目都其實會有安尼一種。因為我哋去香港畫過向我哋上面去想過啦，去想過來嘅時候，我哋會看我哋相片同我哋咧實際畫出來嘅東西，會落差過多嘛。比如說我只有填單紅衣嘛，係啊，都用照片來輔助我哋啦，要經過老師同我哋指點一下。啊，哋都慢慢地修正啊，哋自家嘅透視啊。係，因為嗰度譬如講，我哋學生嘅畫圖以前哦，也可能我哋會先放透視啊，按你理論嚇，上係係能去畫圖，但是看上來這個唔係，係對開始畫嘅時間咯，發現講哦，有啲東西對現場翕放嚟同這個畫好來比較嘅時間，都係問題慢慢地都會檢查得來，這個可以修。來係一種好一種透視嘅一種東西。嗰度你畫久人都啲嘅啦，我重畫。嗰技術嘅問題咯，比如講用技法嘅問題咯。技法幾多種啦？可能這個戲份用嘅技法，有的人用重疊法嘛，用跟疊色，就是比較老派的畫法嘛。我自己喜歡啦，我是喜歡比較水的，比較暈染的感覺，就看你要的是什麼。咁像你這個講，你這個其實畫書嘅哈，畫我哋呢嘅建築物，其實啲建築物還是有人，但是人嘅嗰種清晰度唔係幾高。人對人畫中來講係乜嘅意思？因為人係點睛人物啦，唔係主要，唔係睇畫人，唔係睇畫人。不過有人咧畫加分。係，比
变得有一种氛围，这个在你讲啊，也唔咩人的东西，还有人文在里面嘞，嘿，有像那个老人家有冇？我哋都自己放个时间啦，伊都同人讲啊，个猫吼一拆开的哟，吼，伊喺冇同人讲啊，我哋都唔知啊，吼，如果同人讲有历史故事帮人谈嘛，啊，哋都我刚冇空用啊，按样啊去把同一个物嘅挖起来，有啲纪念性质啦，系啊，啊人呢只是。点景，看下佢後邊面牌有啲嘢。佢水木嘅地方有啲睇人在生意嚟用啊，係嚟創真是嘅實際有啊有年紀嘅仔啦。喺唔講有等於我講幾來人假有冇？我發生一啲問題，都係講啊太細嘅問題。有人話個太變得人家透視都唔錯嘅。係點景咧會唔會個重要呢？唔係我被點嘅哦。誒，比如講安嘅東西，係慢慢的開始係一擺一擺的下沉的時間。係錯誤中學習。咁，但係如果講，其實喺度雖然講比起幾多人，可能讀書嘅時候都開始學美術，嚇，算是起步過慢嘅，嚇。你等於講，你個家庭都完全嘅，嚇，生意都太嚴，那開始重新拿起啊，畫變，咁起步慢。但是起步慢唔代表冇成就，錯，冇成績。我認真啊，我比朋友還講認真，我比朋友，我講3萬畫。重點要畫啦。你3萬畫幾多點鐘？某一天呢，某一天因為我哋啲時間過零碎啦，過零碎。係，因為我哋還要做來食啦，嚇，生意還要照顧啊嘛，時間過短啦，作業時間嘛過短，嗰就某一天呢。可是相比嚟講，安尼伊啲寫生法嘛，你起到幾遍太有，譬如講，那差唔多2點鐘，冇辦法完成吧？2點鐘放唔係。嗰時候你嘅時間都先把。某個東西幫某個東西變好了，然後寫得上古來。係，你攞要寫成最重要都會貢獻。貢獻最重要，因為你早晨畫同下晝來畫嘅貢獻都冇重要。係。而且你即個唔可以對早晨畫到下晝都強一種啊。係。你嘅貢獻一啲對啊，一啲對啊，冇重要嘅嘛。而且只能2個小時之內就要給他。嗰時候你都不可以畫係？就是完成到70-60這樣。好，70-60，至少啲全部。V 架，書嘅 V 架，然後用嘅供樣用嘅，規氣嘅人大部分設上完成以後，規氣嘅人用。還要再用這個蠻有限嘅時間一直補正。對，錯，冇錯。等於講啊，其實如果講啊，你而家成班供樣啊，這個唔可能像一啲專職的畫家，全規矩嘅畫家。時間過長冇錯啊。係啊。因為而家嘛係對媽媽，咪如果喺嗰度寫條去做，係啊。但是你這個因為用啊你一時時的時間，你都說啱到作品啦。我想講對我哋觀眾朋友嚟講，而嘛係一種鼓勵，你嘛鼓勵講，唔好以為講啊，我可能1點，我英語地方能有1-2點鐘嘅時間，其實1-2點鐘可以。都可以係，完成一些完成都下一擺都完成係咧。係啊係啊，你都真係用啊一些的東西都行。辦這個路馬行都見㗎，錯啊，係啊。咁啊，其實第講，而家其實除咗做畫嗰種水彩畫嘛，而家佢想買啲學人體畫係咪？係錯。咁啊，我想我要最硬嘅水彩咧，講風景轉去做人體。好，因為那個我你去畫人體哈，因為給蔡水銀老師嘅引導啦哈，因為蔡水銀老師也是提個沙器哈，有教人畫圖，而嘛嗰度教啦，有教捏塑，哈，雕刻嘛嗰度教。搞啊要講啊，跟南投人體有啲可以去就係練槍馬刀，我哋畫現場嘅樣哈，啊，開始我們冇愛呢，冇愛去呢，沒有排斥啦。就因為我哋想講排斥嘛咯，因為人哋冇做上戶啊，乖啊，咁所以要學教時，要經過嘅學教嘅教育時，一定會慢慢都有接觸到。啊，但冇啊，我想講乖，我開始呢唔敢去呢。啊，老師要見大講唔怕你看咯，唔怕冇乜嘅要見，但都後來都去嘅，去嘅都哦，嗰度人都一馬都喺中間嘛，啊，但都圍喺旁邊安尼畫，咪個奇妙啦，開始咪唔曉得畫噶。唔記算是唔體白接觸到人體啦，啊，其實就對水彩畫吼，做畫人體最大轉變係乜嘅？強樣啊，唔過畫人體講冇強樣嘅係因為伊冇乜嘅佈景啦。參與啲一戰貨安尼走，因為冇可能後邊面係裝佈景，因為等全部圍喺中間嘛，啊旁邊都有人啊，所以冇可能有布幕啦，嚇。變咗你畫嘅時候，主題人畫好嘅，按背景按樣嘅處理咯，
迄免去甲想办法去甲伊，米甸也想法无共样诶，所以如果产生无共样诶发出来，嘿。因为伫过零岁的时间啊，在无形上慢慢的去完成了伊啊，要作品嘛，同时完成了伊啊梦想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外国度有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台節目我哋來賓吳先生同人講，唔單止學我哋水彩畫哦，伊話學我哋人體，反正講人體寫生係咪？錯。從見人體寫生地方，除了看到體表看到人體以外，你會感覺到講嗰種嘅嗰種按指甲嘅嗰種做法嘅方式，對你嚟講會嚴重嗎？其實都向從都唔會啦。你要想到冇？因為你變成一個藝術品來看的啦。係啦，你曾經像我用我畫嘅，那我英文咁用嘅咯，唔會講佢費事啦。唔會，唔會。哎呦，記得你冇做上課，我在想象所嘅。唔會啦，係。因為嘢都感覺，他講你都講英文咧，忘記講用可以，我哋就忘記。最主要其實記憶難的。係啊係啊，嗰時候咧，嗰時候，而且像有嗰種我哋講模特兒哈，以前嗰種肌肉啦，嗰種上一個獎，咱可以來做嘅東西。等於講，其實你佢初創睇嘅供養地步，也係肌肉嗰種形狀，其實基本唔會感覺佢買嘅實錢唔實錢嘅問題。唔會。其實哈，我講啊，以前我喺度上係沒冇一天嘅，因為我哋有唱過一擺個演技國泰嘅，係啦，演技國泰是應該講冇同樣嘅演技嘅人體。因為一種無共樣嘅兒童滄桑無共樣嘛，係感覺畫出來都無共樣。係啊，嗰種東西真係都同人哋一般嘅人講，外面嘅寫實有無共樣，因為外面寫實看上去嗰種書啦嗰種東西，但是人體我真係我因為也要演技，也要保養程度，我真係看見無共樣嘅東西。咁我提供去時間啊，嚟現場一個帶到幾多人作品啊，但是作品唔係畫作。迄個人的出物，當初呢，我想開始有看到種要出物咯。其實我要改希望植物啦，種植物啦。下擺你去甲煮個南瓜有冇？個種子啊，就想講，哎呦，可以去甲拿來種啊，起苗啦，好高啦。如果買泥土地度啊，因為我哋有一塊空地嘛，啊，都買泥方，你去甲生個呀，冬瓜咩迄啊，講個改起苗啊，改成起啦。啊，後來又慢慢接觸到，你喜歡種子都。比如說綠豆誒，哈，穿有一個那個橘子，咁咩？咩？細個咪教科學，即係嘛？主要我有一擺去逛個書局嘅時間，有看到個林慧蘭小姐，她出了一本種子盆栽書，然後看到哦，很好哦，可以種到，因為有搭配個盆嚟有冇？可以有個藝術感啊，因為我們學藝術的會。專門去看那個哈，有互相搭配，有加分嘛。如果喜歡，我都想講，自己可以慢慢來種嚟都可以欣賞，佢嗱種子又可以慢慢的成長嘛，唔會個夾，唔會太過夾啊。係，因為像健康吼，你頭先講嘅柑嘅啦，吼，無論幾種其他冬瓜啦、南瓜啦，辣椒也可以。因為其實今幾度嘅嗰種幼稚園嘅聲音嚟啦，吼，幼稚園先生，如果喺度去。生嘅準備，然後你一啲學期都可以種出啲種子生理，係你長啦，嚇，你可能規定上嘅，佢療癒啦，係一方面嘛，本身人哋講，我哋生命都係對，係對，會尊重生命，係對你講，可能我哋是係咁嘅啦，冇讓人唔會幾多鹽，嚇，一般人都知，隨手可得，對，但是唔不用喺內地包，嚇，比一些普通嘅水。一路慢慢的會生出一啲像森林用嘅東西啊，啲什麼樣回事？但是你看我哋現場看到幾萬個種嘅咯，因為我飲到咯。之前去上樂齡的課時，一個同學，就我哋學生啊，都這幾天才種的嘛，就長這樣，就很可愛呀，對呀，跟那個母樹，它可以很大棵哦，可是我們家裡沒辦法種那麼大棵的樹嘛，那我們撿種子起來種。又可以感覺它的生長的奇妙的現象，又看漂亮的葉子展開的時候，很療癒，真的，就慢慢的就喜歡。
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聽到也好，如果感覺到佢有信息，因為我哋以前的觀眾朋友的煮菜時，真係會傳到按到嘅鹽啦，嚇瓜，嗰種我哋南瓜鹽啦，咁，你係咪佢講我哋觀眾朋友講，嗰種嘅今年我真係是煮南瓜，嚇，然後煮金瓜嘅時間有個金瓜鹽啦，冇讓冬瓜鹽嘅時間，我哋一樣嘅去開始種出一啲像我哋種子森林嘅東西啊。唔係上一個夾嘅話嚇，你買泥土後冇搭泥土好。但是買泥地方，我都看唔到，我衝緊啲東西啊。嗰時間你種嘅要泡水，泡水，然後避啊，因為有蘿蔔有一層嘅乾硬嘅殼。係。泡水以後呢，如果軟嘛，軟係同個殼白嘅地。白殼係咪？係。嗰時冇白殼嘅話，而即係做唔出來係咪？我講慢啦，如果裂開來啊，泡完水之後嘅種嘅話裂開來都可以白開來，唔可以唔會白嘅可以啦。係，好白開來以後，咁啊，我讓我種落啊，以前我哋萬世講，譬如講我哋萬世講種嘅綠頭嘅時節，綠頭芽時節，意思是然後你講我哋講，底下我要鋪嘅棉花，嚇，我要水，然後上面裝衛生紙，啊，見到係安尼。差唔多咩安尼啊？都用嘅土都要有混合嘅土嘛。還有什麼？那買喏，發電都有園藝店都有嘅啊。我哋講培養土，係培養土，然後一下藍色嘅綠卡嗰種，而家都有賣啦。係，好，一般嘅填土啊，係培養土、填土，嗰還有個瀝水嘅，啥咪可以啊？嘅瀝水要不用底下，就不用上面。瀝水不用最底下。你用不用最底下？上面都一層。你一見那麼尖度啊？係，啊你攪啊有冇？啊，最大下都嗰瀝水嘅，然後培養土啊就攪好啊，都不用落去，然後同佢種嘅啊嘛，泡好嘛，都我地個撈啊，嗬，嗰陣時糖芽花上到個撈，你都要貼嘅排魚嘅啦，係，貼一啲線，咁樣啊長出個星星，我都貼一啲星星，可能我係用上排用個鑷子啊夾嘅啊。因為人家蔬果太啊冇法度，用緊夾嘅種子安尼排好嘅，蛋黃都多嘅叫乜嘅？蛋黃嘅麥飯石，麥飯石可以吸水。上面最蛋黃一層沙條，係做麥飯石標落去，安尼都第次個會發出來都個撈嘅。所以人家我哋也兩條，因為其實看看來，其實經過處呢，個問題喏，因為按愛咯，從也因為我。地都會底下嘅土個少啊，都限制也見嘅發狀，而都冇啊都生一個睇頭啊，係啊，嗰時一路唔會放過，唔會係我過慢啦，要過慢放過，但是也會一路會變得過處啊，看嚟可以像一啲森林樣嘅啲，係錯，中樣嘅都安尼，從幾萬個樹啊喏。給到那個孔雀豆，就是相思豆。嘛喺當初用這樣的方法，慢慢的去辦它啊。係炒。我等於都講嗰種啊，人體外面有染到嗰種種嘅話，其實如有可能利用安尼嘅方法，一啲種上嘅種好嘅細盆栽用嘅。係錯。係，安尼地講也其實也復發地波嘅嗰度係蠻很正種嘅。攞個玫瑰啊，玫瑰喺我加過嘅時間，我老公家鄉都種起來嘅玫瑰，嗰種人嚟。啊，而明年都打青撈，啊，石神都嗰種嘅用啊，鵝用啊，紅嘅用。嗰盤嘅用嘅也係啦。啊，嗰撈啊，我哋有去學生嘅嘛個關丹圖書館有嘛，我哋都輪值出值日生啦，輪流啦。然後每擺去畫圖嘅時候要帶東西去嘛，去貼嘅東西啊，本他趕緊畫。啊，老師都唔會按法時間去準備啦，啊嘛個多元，因為每一個人都看東西冇同樣嘛，按準備嘅東西都畫嘅都幾好，啊都等下自己都靠種嘅玫瑰，係，啊畫起來又有經驗價值，係。因為而家講只係見喺屏東嘅一啲發揮嘅一啲歷史種嘛，當初我想去接下歷史種，這個畫圖如果好做嘛接歷史種。因為我哋而家嘅屏東縣藝術與人文學會哈。伊迄一個也是專門去落去寫生的一個學會，佢符合我自家喜歡的啦。確實係。啊，因為他個人都想講，前一年歷史種下來嘛，下來都他個人都先動啊，啊唔做唔得啦，係啊。嗰歷史種平常做乜事情咯？乜個平常事？歷史種平常做乜事情？都發揮嘅運作啊，咩愛啊？係啊。啊，帶趟係出去畫圖。啊，等要排
因上伢如果出去路边下神嘛，如果排个蔓延，轮到蔓延，我们推联络。所以应该我哋有群组嘛，群组，然后有的个路嘅线上係咪冇機嘅，我打電話聯絡，嗰度事情我聯絡嘅啦。你看，你這個對以前開始，我哋講新嘅態度，還有開始學畫圖，開畫展，然後開始種生活。你看今年一點我哋呢藝術協會裏邊做咗理事長。你這個行到境界，有想到講當初，比如喺啲畫圖，冇想到境界睇一條筆法行到裏邊，行啱好一個行啱咗啊！對未來呢有乜嘅打算冇？我是希望因為我哋接觸到我自己本身啊，對畫圖，我為到做乜我繼續行一條路，因為話得到嗰度老師嘅啦，因為一定看蔡翠玲老師、李泰峰老師一定攏提沙起，我哋冇法度去學緊嘅工作室，10年嘅工作室夠多錢嘛，我哋冇法度嘛，我哋都行沙起，一定老師熱心有安尼心我教我哋有按好嘅經驗接觸到嘅老師教我哋，我同樣嘅按好嘅教育方式傳下去，我想我更加都慢慢都有接嘅灣南嘅圖書館書架啦，書架教太陽嘅水彩，個樂齡沒有教水彩安尼，我是希望讓同樣嘅精神傳下去，唔係講一定要去讀去嘅藝術嘅學校去讀嘅書，人有畫圖，你都慢慢都對社會，你只要有心，你都可以去慢慢從各個管道啦。現在因為臉書啦，很多那個管道都可以學到呀一個幾好嘅信息嘛。你都要繼續行一條路。對，你講以前這個語言強省，而家嘛變成強省偏移嚟啦。錯冇錯係。觀眾朋友，今日節目又俾我感覺到心地不一樣，俾我追求嘅東西，每一完成嘅嗰種夢想，要發放來冇？因為今日吳先生嘅故事同我哋講過，唔過人家夢想俾我一求，其實人家去做完全唔會貼啱，同時你自己去做嘅。人家生意，那我們感覺到 healthy。今日我感謝吳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分享安頓批發嘅故事。多謝大家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聽下來現場來運動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位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。今日先生教嘅大家係親子律動，能請大朋友、小朋友放起來同我哋做好運動哦。一邊係阿훈小朋友、阿忠小朋友，今日來做示範，能請大家放起來哦。好，來開始來讓步。運動之前來做一點暖身哦，好，把你的身體熱起來哦。阿叔不用緊條，合上來，大口來。好，俾你呢重重疲憊也可以做下運動哦。我可以改善你的疲憊。接着開始來，大口來。低下來啦。好，前面啦。好，前面。讓步，彎點。腳仰放來。
脚尖、偏脚、搞弯脚。好，手自然摆动。好，狗，出两狗。好，两步。还来搞动作的哦。踏，并，踏，并，弯片两个踏，并，踏，并弯片。好，出来重点。加松树哦，树，打口来，哈风来，打口来，哈风来，弯片，斜的，斜上。好，加风来踏并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弯片，树来打侧咯。加个开始，快走。加上五个跳，往旁边，and four，漂亮的再弯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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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多嘢冇，很爽了哟。好，过来重点。多练习几次，一定会成功的哦。好，听乐动作，单手握拳，单手不出击，大水滴，大水滴，扭屁股，大水滴。记得握拳要有力咯，打出去的时候要有力咯。好，弯片来，准备好了，开始来，大水滴，大水滴。好，下个开始压动作来复习一下，来，用呢，弯片。好，两步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来后左脚，后左脚，腳啲後背腳放來，啲後背腳。好，加速五個數。啊，做四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四條那麼，哦，五個數提前條那方向四條那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條。再一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條。好，後擺嘅嗬，起起，跳起。好，最後一個動作。怎樣看呢？回滑來，打口來，跳空來，好，擺 pose。哦，又係最後嘅 ending pose。好，再從地下來，從頭開始哦。動作仲好擺啊，然後夾空來哦，我來練順哦。剛剛輕鬆嘅唔怕，慢慢的停。休息一下，再來開始爬。
踏并准备。5、6、7、8。单手咕咕鸡，打出去，再100，慢片，后勾脚咕咕鸡，这条毛，这条呢毛，再一个，这条毛。啊，转的两看呢，转的两看呢，鼓好了，跳，后子停。啊，好不好吗？啊，来，拉一下筋哈，来，尽量哦，打出咯。虽然呢，开始冇办法做的红色唔怕吼，慢慢的吧，来弯片，再下去，杆条来往下压，慢慢的弯片。另外的杆条来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还能可以训练人的心肺功能，促进新陈代谢之外，还能训练人的肌耐力哦。好，记得了，那从踢的动作开始哦，很爽哦。准备开始，来，踏并。单手咕咕鸡，来，伸出去，弯片，啊，咕咕鸡跛跛脚，这条那么，这条那么，这条么，转的样看呢，转一的样看呢，鼓好了，跳，后子停。好，很棒哦，做到的哦。嘿嘿，嘿嘿，准备开始来踏并，按踏并，单手咕咕鸡哦，咕咕鸡打出去。弯片打出去，后勾脚咕咕鸡，后勾脚，这条毛，这条那毛洗下来，正的两看的鼓，跳，好，再白的，白的哦，最帅的哦，最美的哦，1、3，好，这个白哦，最帅最美，4。好，做到吗？这个拍手。好，屁屁。好，跳屁。屁屁。好，小朋友来。今日的运动好玩嘛？好玩呀哈！安尼好好运动，下班咱来了。